大家好呀！今呢，我们准备做了一份特别的精读，专门为各位落手落脚做进热线义工的战友而设的。我们当自己是在茶餐厅搭着波头倾下劲儿干了，将那些冷冰冰的心理学理论变作最实用又有温度的陪伴技巧，等大家听完落根儿都没咁大压力喽。其实做义工真的是不容易的嘛，每天听这么多求助電話，少點信息都搞不定。所以這份精讀就是想捧大家打氣，一起交流下點樣裝備好自己呀。今日我哋嘅路線圖好簡單，我哋會一齊睇睇點樣一步一步好溫和咁陪住持求助者行出嗰個到唔到氣嘅黑洞，由認識佢哋嘅痛楚嘅開始，到點樣處理佢哋覺得食藥冇用嘅無力感，再講下救生之計，同埋最後點樣照顧翻自己。好啦，入正題，第一件事，我們要真正了解一下求助者跌落去的嗰個黑洞到底有幾深。呢度有個好重要嘅概念叫三聯共病，即係廣泛性焦慮症、恐慌症同埋重度抑鬱症撈埋一齊。大家記住，呢個絕對唔係佢哋心情唔好咁簡單，而係大腦俾生理反應打擊咗啦呀。大腦入面負責管恐懼嗰個警報系統，即係杏仁核壞咗，兼且係咁想啊，講到佢哋分分秒秒都好驚咯。你想諗下，如果而間屋望嘅好正宗，24小時都想緊，住喺裏面嘅人點會唔崩潰呢？呢度好具體咁拆解咗佢哋個腦裏面諗緊啲咩。求助者每日都同自己講，我覺得自己好廢，冇人會明我人生完噶啦。其實呢個係因為佢哋個腦被破蝕咗，係跌走落去一個自我標籤同埋無助嘅時好痛，絕對唔係佢哋軟弱。當佢哋同你講我真係好冇用嘅陣，要明白呢句話係唔係好客氣笑話，係佢哋被個病蒙蔽咗雙眼嘅真實恐懼啊。明白咗個根源，我哋再去睇下點解好多時求助者打嚟都會覺得啲藥冇用，甚至覺得自己被醫生遺棄咗呢？各位戰友要時刻提住自己，我們不是醫生，不是負責去醫好他們的神經線的。精神科藥物發揮功效是要等好耐的嘛，有些一等就成個月，在那段空白期裡面，他們真的是會驚到想死。醫學模式可能只是看指標正不正常，但我們的生命陪伴模式就不同。我們最大的責任就是在那片黑暗裡面緊緊抓住他們之手，接住那份恐慌，陪他們捱過那段最難捱的日子咯。大家試下用心聽下呢句說話有幾絕望。我食咗薛清素成個月，除咗想嘔，個心仲係跳到好似有波咁。我係咪冇得救？聽到呢啲笑話，我哋唔好去幫啲藥講好話，更加唔好同佢講俾啲時間啦。我哋要做嘅呢，係要肯定佢哋嗰種最後一條救命草都斷埋嘅無助感啊！佢哋需要有一個人真正聽到佢嘅心碎嘅聲音。所以千祈唔好亂俾醫學建議啊！你可以用最溫柔、最定節嘅語氣同佢講，聽得出你真係好辛苦，食咗藥都仲係咁驚，真係好難捱。我而家未必可以即刻令你唔心慌，但我會喺呢度陪住你，我哋一齊去經歷呢份梅安娜。你信我，咁樣當佢哋嘅心會覺得被接納，成個人會慢慢舒服好多噶啦。咁我哋點樣幫佢哋吃走嗰啲冷冰冰嘅精神病標籤，帶翻啲人情味出嚟呢？大家估下47.64呢個數字係咩嚟？原來係香港2022年平均精神健康指數啊，連自己嘅52都過唔到，即係話求助者經歷緊嘅痛，咁嘅攝成個世界嘅共同傷口嚟噶嘛。當佢覺得自己係異類嗰陣，我哋要下俾佢聽，佢絕對唔係孤單一個噶，呢個社會好多人都一齊受轉生。如果求助者限住開自己連落床嘅力都冇，覺得自己好冇用，你可以送呢個俾預備台。你唔係懶，你只係受咗重傷。你個心而家就好似一個留住起佢哋小朋友，大佬抱住你要停低收食之嘛。話俾佢知，呢種其實係身體嘅保護機制。下次當電話另一邊係咁自責嗰陣，慢慢講呢句說話出嚟。受咗傷嘅小朋友係需要有人呵下佢，而唔係繼續鬧佢啊。萬一求助者喺電話裏面突然恐慌發作，同吸不到氣，我們可以怎麼樣即刻拉住他呢？
遇到呢個危急情況，跟住呢3個着地步驟做就啱啦。第一，叫佢慢慢感受下坐緊嗰張凳有幾型，引導佢將注意力放返碌柱記度。第二，叫佢望下四周圍，揾3件藍色嘅嘢出嚟，破佢個腦由恐慌轉移去外在環境。第三，叫佢專心聽住你把聲，你聽住我把聲，你而家好安全，我陪住你，一齊慢慢吸氣、呼氣，咁樣就可以將佢嘅神經系統由圈下邊安全咁拉返嚟現實世界度咯。當佢哋情緒平靜翻少少，我哋又可以點樣幫佢揾翻行甩雞力佢呢？呢個時候千祈唔好講咩明天會更好呢啲大道理啊，反而要引導佢建立自我慈悲。即係點做？首先教佢正念，即係靜丁丁地睇住自己嘅痛，唔好急住批評自己。其次係明白共同人性，好多人都一齊經歷緊呢份痛。最後就係自我友善，好似對待最好嘅朋友咁，溫柔咁對自己，慢慢將內心嗰個成日鬧自己嘅魔鬼變做稱自己嘅同伴啦。可以好真誠跟他康可說，在這樣辛苦的狀態下，你今天仲願意按徹打那個電話給我，其實已經是很大的勇氣來架啦。我們要將這個看似簡單的動作無限放大，當做一個好值得慶祝的勝利，幫他慢慢拉回少少對生命的控制感咯。那些微小的勝利累積落下去，就會變成他們走出黑洞的樓梯呀。講到尾，各位義工戰友，呢啲日日接天咁多苦水，自己都要好好保護精神健康噶嘛。掃更之後，大家記得用呢個模型幫自己叉電。第一步係察覺自己嘅焦慮，第二步係擁抱呢種沉重感存在，唔使下下都充滿正能量。第三步係觀察下自己身體有冇繃緊，最後一步就係滋養自己。拍下自己個膊頭講，我今日已經盡咗全力去陪佢，我做得好夠啦，而家要休息啦。記住啊，你係佢哋黑暗中嘅微光，但你唔係救世主，俾自己好好唞下啦。做到後尾聲，留條問題俾大家諗下，如果電話另一邊嗰個係你最好嘅朋友，你會同佢講啲咩呢？我相信你一定會用最溫柔嘅心趣去包容佢。咁點樣我哋對自己要咁苛刻呢？希望你哋每次收更之後，都將呢份溫柔留翻少少俾自己咯。辛苦晒各位戰友，今日做得好好啦，好好休息下啦。